框架也是搭好了，这么大的房子住几10个人没问题吧？先去把箱子工具搬过来。姐姐别忘了给我留一个单间啊！呵呵，看你的表现，好吧，表现好了就给你。快来帮我挪箱子啊！对了，想和姐姐一起玩的，别忘了完成3连哦。风清姐姐床掉了，看到了，我的背包满了。把床放这里吧。这边放工具相容炉。风清姐姐，看我的皮肤和你的一样。我去，你好牛波一吧，竟然有这个皮肤。我是你的专属粉丝，必须对我好吧？哦，原来你还是我的真爱粉呢。我以后可以经常和你一起玩吗？那肯定可以呀。